至于工作工具呢，我们再次展出了一系列武器，或者说一系列定义为斧头的物件。这把斧头的例子是较新的斧头之一，无论年代上还是类型学上，因为它有一个前有兵的控烟。这个例子我们现在也知道，可能是钢铁制成的。这是青铜制的例子，局部分资料也有记载，也一旦以吊坠为此形状。这就是所谓的严复。至于其他标本，这是所谓的 malepeggio，即配备垂直且个人，几乎像斧头一样。从北面看，正因如此，malepeggio 这个词几乎像是锄头或耗子的一部分。这些大概是用来做建筑，或者至少用来处理木材。据说它甚至会用于海军木工。此外，含有一把双头斧的标本，该标本在圣维多利亚蒂塞里一直发现，并透过道上多个博物馆展出的多件标本，例如卡利亚里国家考古博物馆。这种斧头有传孔可插入木柄，它不只是用来使用作为工作物件，它很可能首先是一种象征，因为根据分析，两人从未经过必要的加工硬化，无法与物体碰撞。然而，在这里，从最简单的模型到最复杂的模型，则有一连串轴。它们从单面的简单模型到双面标本，因此采用双刻机制支撑，属于双面物体；再到具有侧勒的双面物体，因此成为边缘凸起的轴。以下是不同的模型，从最简单的单半颗模型，接着是单面物件，到已经是双面的粒子，再到宗教模型。因此，用双颗矩阵制作，再到时间上稍微较新的物件，例如这种边缘凸起的斧头模型，以及另一种边缘凸起的斧头模型，后者甚至被定年为中性青铜，而非如此再到较新的青铜。这些模型会套上一个木柄，并以此方式插入斧头上。